大家讲一句台语有意思。大家一句的观众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上水的秘书啦。平常时啊，伫咧办公室，我上爱甲同事招团买物件，买一寡四叔啊、好食米。今仔日要甲大家介绍的词就是俗米买倒鸡，俗米买倒鸡。俗米买倒鸡，汉字写作俗米买倒鸡，罗马字写作俗米买倒鸡。读这句俗语的时，有两个字爱读本调，米甲鸡，其他的字拢爱读变调。俗米买倒鸡，这句俗语的意思是讲因为物件俗，所以买的人拢袂去算讲到底是买偌济啊。结果细项米加起来，煞变做一条足大条的钱，已经纳袂出来啊！尤其即马拢用信用卡，逐个月结算一摆，毋是现金对手头出去，所以这种情形就比以前更加普遍。俗米买倒鸡。另外一个俗语叫做免钱的上贵。听起来甲俗米买倒鸡，敢若要相像，但是意思完全无共款。免钱的上贵是可劝人唔通小贪，无定爱付出搁较大的代价。俗米买倒鸡，敢若提醒大家，唔通因为俗就买伤济，爱有准则。一个是唔通做，一个是唔通伤济伤接。咱咧买物件的时阵，定定嘛会甲头家抬价。出价这个词，就是人客甲头家出一个较低的价销这个动作。讲价是规个完整的过程，画价就是比讲价搁较激动小可。复习：俗米买倒鸡，免钱的上贵，出价。讲价、画价，今仔日大讲一句就讲到这，感谢各位观众的收看，咱后摆再会。